大懂吗？首先，首先要问候各位透过这个网络来参与课程的书生的僧团僧众所有的僧众们，还有堪布我善知识、上师祖果等等，还有在东西方各地的所有的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吉祥如意。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马尔夏季课程的第10堂课，也是最后一堂课。本来的计划是会有13堂课，但是这段时间当中呢，有几堂课这个没有办法上。所以本来想说呢，之后可以多加几天的课程，但是呢，一个是身体上也是，呃，有一点不舒服、不方便。那么，另外从内容上来看的话，如果要多加课程，那可能得要多加2、3堂课。再来就是因为接着之后也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哦，所以如果说要延多加3、4堂课，那是不容易的。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课程呢，就讲到这里，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所以今天夏季课程呢就会是圆满。那么今天主要谈到的是第3次还有第4次的阶级。首先呢，会讲第3次阶级，那里面有几个主题哦。那首先会谈到大概有3个。那首先呢是这第3、4阶级里面，首先会谈到的是独子的阶级，然后再来是华氏城的阶级，然后再来会讲解一下藏传佛教里面对于第3次阶级的一些不同说法。好的，那么这个第3次阶级哦，也被称为叫做部派阶级。那我们之后会解释一下，现在先不多说。总之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讲过了关于三藏的这个第1次阶级，还有第2次的阶级，分别也就是王舍城阶级，还有毗舍离城的阶级。那么也就是大迦叶尊者他们所做的，在王舍城的第1次阶级。那另外在第2次阶级呢是毗舍离城，那主要有这个耶舍长老等等他们主持举办的第2次阶级。那这两次阶级我们之前课程讲过了。在印度佛教历史上来看，这2次的阶级可以说是最重要的2次的阶级。
那原因是什么呢？主要说，透过了这两次的结集，整个佛教的三藏经律论三藏，可以说整个他们三藏的一个基本形态就确立了。尤其呢是将佛陀的四阿含的这个教说，还有这个戒律律制等等，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收集跟整理，所以保存了可以说解脱道这样的教法当中最珍贵还有无价的这个经典。所以这两次的结集，头两次结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根据古代印度、中国，还有像斯里兰卡等等这些的文献记载，在印度发生的这两个结集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结集。但是呢，在两次结集之后的其他的这些结集呢，大多只记载在就是各个部派自己的这些文献里面。呃，怎么说呢？也就是所以呢，没有其他不同来源的这些独立的文献的一个支持。那一般来说，印度历史上的佛教的结集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是哪三种呢？那么第一类是叫做大结集，在第二种中结集，也就是部派结集，那第三个叫做小结集，就是大中小，这可以分为三种。那么首先第一种叫做第一类叫做大结集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指说能够代表佛陀还有整体佛教僧团的阶级，这种叫大阶级。譬如说，在王舍城的阶级，还有毗舍离城的阶级，那像这两次的结集，就是可以说可以代表佛陀和整体僧团的阶级。那像这两次的结集所编纂出来的三藏经典，也被所有佛教徒都承认是权威。所以呢，头两次的第一跟第二次的结集就被称为叫大结集。是被所有的僧团各个部所有的僧团所承认的，而且里面所有阶级的人也都可以说是可以代表整体僧团跟代表佛陀的人。那么接着第二种阶级叫做中阶级，那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部派阶级。所谓的部派就是指说18部派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部派的这个中阶级也就是各个部派各自举行的这种阶级。那只能呢代表该部派本身，这样的阶级不能代表其他的部派。举例来说，像这个说一切有部，在克什米尔举行的这种阶级，那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自己的一个部派的阶级。所以这个呢，只可以说是代表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阶级，并不被其他部派所承认的。总之呢，透过这种部派的阶级那逐渐呃就形成了各个部派各自的这种三藏的一个形态。
那么现在中国佛教里面就是汉译的三藏当中哦，就有四阿含。四阿含的来源呢，它并不是一个部派，呃而已，它是来自于不同的部派的。那么，而且各个部派各自编撰的这些经律论三藏也都经过很大量的这种增补，还有可以说是取舍。呃，因此呢，各个部派的三藏啊、经律论的内容彼此之间就存在了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代表什么？就是说，这个各个部派自己结集的内容呢，它就是主要是代表各个部派各自的这种三藏的形态。接着第三种阶级叫做小阶级。那么，这是由经师、律师或者是论师等等某个这种专门的团体对于三藏进行的阶级。譬如说某个寺院或者某个僧团来对于三藏进行整理来注释来编撰的这样的活动这种叫做小阶级。那么像他们这样的各自的这种阶级不仅是阶级而已，而且呢还传播出去。呃，就是将这个阶级的成果传播出去的话，那么这也可以归入到这个小的阶级范畴当中。所以以上呢就是阶级有着三种的类型。那么总之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过，就是王舍城还有毗舍离的这两次的大的结集。在这两次大的结集之后，印度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大的结集了。但是有很多中的结集还有小结集发生。其中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3次的这个部派的阶级。尤其是在阿育王还有这个迦逆色迦王这两位国王的时代，因为有很多的历史文献能够来支持这样的内容，也发生了2次阶级那虽然不能说完全确定但是因为有比较多的这些历史文献的证据的支持是相对起来是比较可信的。所以接着我想简单的讲一下，还有其他几个部派的阶级。首先第一个呢是独子阶级，也叫做独子部的一个阶级。首先呢，我们说独子部它是这个声闻18部之一。那么在支分的分裂的时候出现的，就是根本分裂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独子部，但是那么独子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窥基大师
他在这个《异部宗伦论》的注解里面，他就有解释到说，这个独子哦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在古代印度有很多的仙人哦，在极境处，但是呢，但他们有很大的欲望，所以没办法控制他们的这种欲望，所以总之呢，就跟周围的这个牛哦，就发生了这种关系。所以这个仙人跟牛就生出了这个孩子哦，那这种孩子就叫做呃独子那独就是小牛的意思，牛的意思就是小牛的孩子哦，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来源。所以总之，这个印度仙人的故事实在是很多很奇特的。所以总之，这个爸爸大概是个仙人啊，但是呢，这个妈妈是一只牛，那这也讲起来真的是蛮奇特的。所以总之呢，这样子的人呢，出家之后，那么然后的僧人成立的这个部派啊，分裂出来的部派就叫做独子部，这独着牛的意思，独牛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独子部。所以这就是对于独子部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根据藏译的这个轻便论师所翻译的叫《异部经释》，那么总之在有一部总之这么一部著作，这里面就提到说，正量部呢传说有第三次的结集，那是在佛灭137年开始，里面就记载说，从那时候开始，这时候僧团呢僧伽就争论大起。那么从这个国王的世代来说，大概是从南陀王一直到一个叫大莲花王的期间哦。总之呢，这样子的争论哦，就有长达63年的争论不息。那么之后呢，就有一位长老，他就叫做独子，就是这个牛之子哦，牛子。那么总之，这也可能是指一个个人，但也可能就是形容他是从这样一个这种的牛的孩子的这种的，总之一位长老，他就召集了所有的比丘，平息了争论，就举行了结集。那么，同样，应顺导师哦，他是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位佛教的导师。那么，我们之前课程有引用过他的内容。他在一部著作叫做《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在这部著作里面，他就提到说，这个这个正量部是属于独子部系的。所以呢，这就可以称为独子部的这种传说。但是呢，这个时候根本部派呢还没有真正分裂，独子部也还没有出现。那么因此这个比如说轻便所说的有这样子的正量部的第三次结集，如果那样的传说是可信的话，那么这里的所谓的独子这位长老这位比丘，他可以说只是独子系的早期的一位祖师之一。嗯
那以上呢就是独子部的阶级。再来第二个就是华氏城的阶级。那这里就是现在我们比哈尔省的这个主要的城市哦，叫做华氏城，古代叫华氏城。那我们从北传佛教的典籍记载看到，那么这里提到说，在阿育王时代的这个华氏城，那么总之，我们之前在谈到护法舞狮的时候舞祖的时候，就有提到一个叫做红色的城，红城哦。那么其实指的就是这里的华氏城。所以，总之，北传佛教典籍记载说，阿育王时代的这个华氏城呢，那时候有一位大天比丘宣说了五事，就引发僧团内部的争论，就在见解上产生很大的冲突。那么当时呢，阿育王支持这个大天比丘，所以他就将反对他的，就是反对大天的500位比丘，也有说是500位阿罗汉，就驱逐出去。那这些比丘500位比丘就到了克什米尔，但后来呢，阿育王也很后悔，所以又派人想要请这些比丘阿罗汉回来，就是回到这个华氏城。所以当时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争论所以为了消除这样的争论，平息各种的纷争，所以说重新举行了三藏阶级。那所以这个华氏城阶级这个记载因为发生时代是阿育王的时代，所以按照汉传佛教的典籍记载应该是佛灭后110年左右，就是北传来说应该是110年左右佛灭后，但是根据呢南传的说法，应该是在佛灭后228年左右。那么，根据南传佛教文献，就跟北传说的又不太一样。像南传佛教的导史还有大史，就有记载说，是在佛灭后100年左右，又有一位就是黑阿育王。总之呢，他护持了第二次的阶级。然后呢，是在佛灭的236年左右，那么有一位叫做贼助比丘，总之呢就祸乱了这个佛教，所以当时僧团就起了很多的纷争，因此呢，就在阿育王的这个护持下为了消除这些纷争，所以以这个叫目犍连子弟虚这位长老为上首，然后集会了1000多位比丘，在华氏城阶级举行了第三次阶级。所以这是南传佛教谈到的第二跟第三次阶级。那根据南传佛教说法，这次第三次的结集经过了9个月，而且呢，在结集的过程中，这位目犍连子弟虚这位长老，他撰写了一部叫《论释》这样的一个叫 Gatavatu 叫《论释》的这样一位这样的一个文献。那主要是为了当时对当时各种的邪见进行了这种批判的这样一部内容。但是呢，很多学者研究这部《论释》这本书的时候，因为里面提到了还对于支末分裂的各个部派的一些批判的内容，
所以学者们推测，这个论是他的撰写时间哦，应该不是在这个阿育王的时代，而是呢，在阿育王之后约100年，或者说在这个公元前2世纪左右。但是呢，根据北传佛教的异部宗轮论啊记载，阿育王是佛灭后100年的人物，所以因此呢，不能够说那个时候举行了第3次结集。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阿育王的时代举行第3次结集这样的记载，只有在斯里兰卡的文献里面有记载。那么其他部派的文献当中，我是没有记载的。所以因此哦，可以推论说，当时或许确实举行了第3次结集，但可能只是上座部内部的一个结集。所以呢，这个是讲过了华氏城的结集。那接着我想讲一下藏传佛教的一些说法。有的时候，这个藏传佛教会想要说一些跟其他的说法不同的一些内容，但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得出太多。但总之呢，有几个部分吧。这也是独子部的阶级，还有扎连扎拉这个地方的阶级，然后还有其他的说法。那也的确是藏传佛教的一些说法，也有很多跟前面南北传所说的内容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提一下是比较好。那么藏传佛教的说法哦，呃，我们在丹珠尔这个藏经里面有关于这个第3、第4次结集的一些内容的有一部文献特别提到过，就是有一位班智达实力吉祥友啊，他所写的一部叫《有为无为抉择》抉择有为无为这部论点中有提到过。稍微，请等一下，我想投影出来给大家看哦，等1、2分钟。那是，这里你打的编辑的都这边先言给这边绿界的你们是 number 那的，么，所以这位由班智达，他是 呃，number 是谁那个啥的嘛都，叫做实力吉祥友，他先所写的看见这部这个点文献当中呢，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让投影给大家看一下。那说，这里编辑的都这边先言的唐不得了呀，还是送到啥呢？那三个娘他们的要首先老家提到的了呀呢，是，就要是人家各都拿不来噻，这不是样不行，他提到就是第二次咋个结集，名字各就是都噻，这700结集哦，就是皮那这舍离的这些了结集。呀呢，他说是如来三个灭娘们的老涅盘后一西家呢，百年，那由700位离欲比丘把这正确的娘结集了们各教法。都写不来噻，是吧？再来，他提娘到还有一们写不个第二写的，叫做独子的，部的结集，这两个娘们各都写的，然后这就么是我们刚刚前娘们面讲到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就说如来灭后那这里400年，那光给然后因僧蒙古的团产生这各都分歧，写那些成立部卡西派，送的话，然后独子这部点呢，结集了教三个娘法等等。们的老军家呢，再一个呢是正那量部的第一次结集，蒙古的这边各都写是说如来涅槃后那这些700年，了呀，老严家由呢，那就的目是的嘎当三个先人给，总之那正量部他们各都啥结各集了都写不了，这这样蒙古的写个部派的教法，不了啊。所以被称这个各都啥为呢？正量部这里嘛蒙古的这的阶级。边确对吧？两岸再一个现在都是正量绝部第二次阶级，就是啥呢？蒙古的这边各都听嘛，还是些有点说的这个，这个我懂了，这里是多啊。的藏文里面是提到说的用词是说，
是有多次的结集，正量部是有多次的结集哦。总之，还有这里挑正量部第二次结集是如来灭后800年，然后由尊者叫菩提卡和佛友结集的。所以，总之，这段文献就提到第二次结集之后，还有独子部的结集，还有正量部的多次结集。再来还有一位叫布顿仁波切哦，也是藏传的一位大师。他认为呢，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结集在律藏中是有明确记载，但是第三次的结集就没有经典直接的记载，所以有不同的看法。那他本人就记载了有3种不同的第三次结集的说法。他就有记载到第一个就是关于独子部的这个结集，所以他在布顿佛教史中就提到说，在佛涅槃后137年出现了欢喜王，还有叫大莲花王。那么当时呢，总之当时呢，就有一位叫魔王善显呢，就化作这个比丘的形象，然后显现各种神通，然后分裂了僧团，扰乱教法。那个时候有上座龙部，这种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上座部和龙部是不同的，但这里是写一起，就是上座龙部，还有乐毅等等的时期呢。总之就部派各自就分裂了。那么总之分裂经过了大概63年后呢，这位名为独子的这个尊者长老就结集了教法。所以这个内容记载跟前面我们刚刚谈到的差不多。再一个呢，叫做扎莲扎的结集，也就是舍兰陀罗结集。所以布多人不切认为说，这是在佛灭后160年，在一个城叫做花岩城，那么有的说就是华氏城哦。总之就说那个时候阿育王出世，是阿育王的时代。那么当时阿罗汉们呢，在念诵经典的时候，有的是用梵语，有的是用俗语，有的是用边地语，有的是用这个呃食肉者的语言哦。总之，各种不同的语言来念诵这个佛陀的各种的教言。然后接着呢，他们的弟子也就依照各自的这种不同的习惯，就分裂，总之就形成了18部派。然后，但是也形成各种不同的宗义哦，就扰乱了这个教法。那么当时的阿罗汉哦，还有很多的这些有学识的凡夫，呃，僧众啊，就在这个舍兰陀罗，叫做扎兰达拉，这是在达伦萨拉达伦萨拉附近哦。总之就在这个舍兰陀罗这里的一个寺院里面，就进行了结集。那有说这个时间点是在佛陀涅槃后300年。但是呢，普顿人却认为这有些矛盾，因为呢，他引用了像《悲华经》哦，里面就提到说，里面记载说，我涅槃后100年，在华氏城孔雀王朝将出现名为阿育的国王。呃，总之就在这里，这是出自《悲华经》哦，还有这个戒律的律典的叫《光明经》哦，就记载说，提到说呢，法阿育王去世之后，阿罗汉们为了调伏那些执着于俗语、边地语还有混合语的人哦，所以就逐渐编撰了各种不同的论点。例如说用梵语编撰的经典，所以就因此就分裂成18部。普通人却认为说，前面所讲的跟这里《悲华经》的记载是似乎有一点矛盾之处的。所以总之以上就是提到，据说就是有人是主张佛灭300年左右，然后有这么一次的结集，就在这个
扎扎 아니 这个地方，也就是舍兰陀罗举 뒤에 行了节 개복되는 集。 시기에 둘이야 그것도 종주지수 다之后呢，部队人뒤们还谈到说，在加密色迦王时代发生的劫集。那我们之后会谈到第4次劫集时候会再说明。另外呢，多罗纳他尊者在印度佛教史中提到，他说有人说第3次劫集发生在大莲花王的时代。다 뒤 버지 더더 가르쳐야 돼. 음, 다 드네 신이지 용되게 있었다. 자, 다뒤 뒤직체로 봐. 다뒤 부대는 뭐지 송다는 거지. 다 드네 실수 현다 가려워서. 另外呢，还有一些其现在他的大家说法哦。뒤 용되도 봐 가르쳐. 음, 뒤说. 好，稍等一下，这是可以。다 실수 현다 될이야. 이제 우리 사게 빈디데. 사게 빈디데 신비 这是萨迦班智达啊，在他的一部著作叫《三律于这个辨别抉择论》辨别论中，就是写到说，写到有一位名叫大天的比丘等等等等，然后总之阿罗汉们为了破斥他的邪法，所以举行了第3次的劫集。 아니 결혼 화친 비기 철로 뛴지 비기 채도 아니 그도 숨바 채바라 所以呢，这里说第3次的劫集哦，是为了破斥这个大天比丘的邪法而举行的。다 될래야 지당 동수라 비엘이야 那么对 아니 于这一部《三律仪辨别 제발 论》呢， 차체 有最 뭐 出名的4大注释， 차체로 지 也是比较权威的，比较历史的。那一个是拉尊桑耶巴所写的，第二个注解是波康巴蒋扬仁谦坚赞所写的，第3个是丹萨拉钦许努瓦，第4位是卡东巴的注解。那这也被称为就是总之最重要的4大注解。那么其中有一部注解就是由拉尊桑耶巴他注解，他写的注解里面就提到就是他提到说关于这里面萨迦班智达所说的这个第3次劫集是为了破斥大天比丘的邪法而举行的。那这位拉尊桑耶巴就说，这也是从印度学者的口传中听闻的，并非写在经典书籍当中的。另外呢，释迦乔丹在他的《三律仪辨别论》注释善说精要》里面提到，他说呢，释迦光尊者在他所写的这个《光明论》，那么为了要证成是为了证成这个18部派都是佛说所以说这是发生在第2次劫集之后。另外呢，思则言论中是提到说呢，世尊涅槃后200年，尊者独子正确的解集了教法，但这应该被解释为是第3次劫集哦，因为第2次劫集是在佛涅槃后110年举行的。所以呢，他认为四则言论认为说，这个独子部的阶级应该是第3次阶级。那么关于这个前面说破斥大天邪法而举行这个第3次阶级，到底这个根据是什么？就主要在当时呢，根据是说，当破斥了这个大天所说的这个无法等等内容呢，这些内容呢，在18部派中都有持续的影响着。
所以，总之呢，也就为了要证明说，证成说这之后分裂的十八部派同样是佛说，所以有这样举行第三次的目的，有第三次结集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大天的内容哦，所说这些所谓的写法吧，然后已经影响到十八部派当中了。所以还存留了这些影响，所以为了要可以说清净哦，或者说破斥这些啊遗留在十八部里面的大天的这些邪说，所以总之呢，就举行了这个第三次结集的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好的，那么以上是讲完了第三次结集，接着会讲第四次结集哦。可能有5个部分来讲，一个是结集的背景跟因缘，再来结集的过程参与者，再来第三个结集的内容跟成果，第四个是成果的怎么保存还有流传，那么第5个是历史对于这个第四次结集的一些评论。所以首先讲一下第四次结集的它整个的因缘是什么。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所谓的第四次结集哦，其实藏传佛教认为那是第三次结集，但是呢，《大唐西域记》记载说这是第四次结集，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学者也认为这是第四次结集，所以大部分现在学者所谓认为的第三次结集哦，其实是阿育王那个时代发生的这个结集。所以这是和藏传佛教的说法看法不太一样的。所以总之呢，这里是说这一次第四次结集哦，它主要是发生在佛灭后400年，但也有说是在佛灭500年或者600年。但是呢，400年或佛灭后400年，或者说是5世纪初哦，这个时间是更说得通的，就是更多人是这么认为的。主要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就出现了一位国王呢，叫做迦逆色迦王。那么，对于这位国王的一些记载哦，在藏译还有汉译的这个根本史呃里面就有记载到，就说佛陀呢，在这个一个城叫君底城，在这个调伏君底城里面的这个女夜叉之后，那大概就是夜叉就是会吃人的。总之呢，佛陀就在那边就降服了这样子的女夜叉。那么降服之后呢，当时呢，他的这个侍者眷属就是金刚手，那就有点像佛陀的这个侍者，有点像这个保镖一样吧，护卫一样。所以总之呢，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叫可树罗的聚落，就看到有这个小孩子在用泥巴在堆积着佛塔在玩。所以呢，佛陀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就对金刚手说：“你看到了这个小孩子在用土做成塔吗？他们在玩吗？”他就说：“世尊，我看到了。”然后佛陀接着就说：“我灭度后哦，就这个地方哦，
总之就有一位叫加尼色迦王，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同这个小孩子游戏造塔的这个地方，就会建一座大的这个佛塔 stupa，然后就叫做加尼色迦塔，然后会广做佛事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佛陀一段公案，他对这个迦尼色迦王会在佛灭后出现的一个授记。所以这个迦尼色迦王在印度历史上，他是一个王朝叫贵霜王朝那个时候的一位国王。那么当时西北印度的佛教宗派是说一切有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主流的。那当时克什米尔国那个地方呢，更是这个有部的这个大本营。那这位呢，迦尼色迦王呢，也很笃信佛教的，同时也是一位大护法，就是在护持说一切有部非常重要的一位大施主、大护法。所以就谈到这个第四次结集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因缘是什么？就是当时这位迦尼色迦王呢，他自己对于佛教很多内部学说的这种纷杂的状况，他是感到困惑。所以据说当时国王每天他会迎请一位这个法师或者说一位长老总之到宫中来说法。同时呢，他也经常会自己阅读这些佛经。那他就发现了这个不同的这些法师这些长老，他们所教导的这些经典，或者说经典的记载他会发现是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呢，会发现各个部派呢都各说各的，呃，都会说自己的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国王就很忧心，他就感觉到说，不同部派的这些各种议说纷纭然后也很难确定谁是谁非。他就说未来可能所有的学佛的人就会无所适从，最终可能他也担心会不会佛法就这样子没了，就消灭了。所以当时他就向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位尊者，叫做邪尊者来求教。希望就跟他求教，就说他就跟这位尊者说，希望能够怎么样可以统一有不同部派的说法，总之希望这个佛法的正理能够更加的明确。他就说了他的愿望。那这位邪尊者他其实是一位很年老的，就说年纪很大之后才出家的一位呃尊者。那《大唐西域记》里面说他是80岁才出家的。那虽然说他很年纪很大才出家但是他非常的精进修行。据说呢，有3年呢，他的鞋不窒息就说他的这个鞋部这个他都不会碰到这个床上，所以总之他就一直在修禅定，就是他不会躺下来的意思。所以他是非常精进修行然后而且精通这些经论，而且也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他这位尊者，他也对当时就是各个部派的各种不同的这些说法这些乱象，他也感到很忧心、很不安。
而且呢，加上当时的一个情况，就说克什米尔那个地方，呃，从就是莫田地有这位尊者去传法传教之后，这已经成为了上座部，也就是有部的一个可以说根据地了。所以呢，有部的学说就被大家说那个才是正统。所以，总之，就上座部、有部就共同发起了这样的，为了要厘清、稳固这个有部它正统的这种学说，所以就举行了这样子的第4次的阶级。但是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说，这个迦尼色迦王他是一个大乘佛教徒。当时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小乘的佛教徒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大乘，所以就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举行了这个阶级。这之后会比较清楚一点总之，啊、第4次结集的大概的因缘是这样子。那么接着结集的过程，还有参与者是谁？所以在这位迦尼色迦王的护持之下，所以就在克什米尔国那里呢，就召集了这些精通三藏，还有五明等等这些，总是非常多的圣贤这些比丘，而且再从里面就选出最主要的核心的参与者。那么有多少人呢？根据北传的文献记载，是有500位这个阿罗汉，也有说是499位，也有这样的记载。那么这位邪尊者呢，他最主要的发起者，还有组织者。当时呢，大众就推举有一位尊者叫释友尊他为上座，就跟这位邪尊者就共同主持那一次的阶级，所以他们2位就成为是中心人物，主要就是裁决一切的疑难，还有这些问题。那不止他们2位另外还有叫做法救，还有法救啊、那么还有像妙音，还有觉天等等的这些大德。那这些可能就是最主要，我们说一切有部里面的一些大德。那结集的地点呢，就是在克什米尔的有一个寺院叫做桓灵寺。那关于这个参与者有不同的记载对不起，结集地点有些不同的看法。总之这里说是在迦舍弥罗的这个寺院。那至于参与者有不同的记载。那么一个世亲菩萨的传记叫做《婆索盘豆法师传》，是世亲菩萨的一个传记里面的，就中文文献有的。里面提到呢是有部比丘叫迦旃延子，他召集了500阿罗汉跟500菩萨做的结集。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说，不只是阿罗汉，还有菩萨参与。那么藏传佛教的记载说，有500位阿罗汉、500位菩萨，还有500位凡夫的班智达。
总共是1500人参与。 다 부도는 뭐지? 부도는 신종 나라라야 가르쳐那么주나. 普顿仁波切呢，在他的布顿佛教史当中是怎么说的呢？드네 가셔지기 가려고 그러잖아. 他提到，他说有些人认 다 为哦，대발적이 개사로와 因为 대발적이 当初一 개사 当 사는 대발적이 뭐 主要是为了消除对于十八 대발적이 部 게 派 안에 是不 땜바 是 양타바 이미 佛说的 그다음에 这个 그 疑 양타 虑， 이미 도보 중재 되게 所以很 도보 多人当时可 세야 能有疑 시로 虑哦，就 아니 十八部派是否为佛说？ 그도 所以总之为了消除这样子的疑 대베스 虑， 당전에 그도 숨바로 所以在 다당 아주 그도 시베 佛陀 나도 涅槃后300年， 시베 처리 지시라면 베베스 당전에 그도 숨바로 잘해 但依据这样的 나가시는 说法，거야 藏传佛教认为说 숨바로 是 시베 第3次的结集哦，但是 내가 一般 때만 学者认为是第 양기로 4次。 중견이야 아니 所以总之呢，布顿人们 가시기가 在这里提到说，就在为了消除十八部派的 땡강 疑虑， 발라서 지금 在佛涅槃后300年， 也是在这个迦什尼罗国的环林寺，在舍兰陀罗国王加尼色迦王的护持下，然后主要是有一位叫由富楼那这位尊者等等500位罗汉，还有释友等等500位菩萨，还有250位或1600016000位凡夫班智达聚集。 赤楚东大지送个月但야나赤楚东류네赤楚东다 인사만 가다赤楚 인사래 다음에는赤직다 초동 인사래 딱赤직다 초동 류네 아니 가서 막 所以总之呢，有这样的阿罗汉、菩萨，还有班智达们，非常多人聚集讨论之后，总之就为了要证明说十八部派都是佛说，所以就举行了这一次的结集。那么觉囊派的多伦纳他在印度佛教史中这样写，他说，依照西藏藏传佛教说法，是500阿罗汉、500菩萨和500凡夫班智达聚集进行结集。从大乘的观点看哦，这个道理上也是说得通的，没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就是多罗纳塔他说，在那个时代，对于佛教的这些大学者，主要是称为大德，而不是用班智达的名称。所以说500班智达这样的用词哦，他觉得并不恰当。另外呢，郭义师仁钦贝哦，许努贝，他在翻译这个我们之前谈到有一页的这个传承哦，护法传承，在他的这个附录哦，就是那里面也写到说，是有等400位大德。他 然后他也说呢，因为这些是声闻教法的说法，所以应该与声闻派自己的历史记载相符的来写哦，这样会比较好。所以他认为说里面另外他还做了一个解释哦，玄德贝他说有500位阿罗汉，并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位哦，而是为了彰显这个教法的殊胜，所以其实这是只有少数阿罗汉参加。但是，所以加上获得预留果以上的圣者，总之合计约是500人。所以其实阿罗汉没有那么多，只是少数阿罗汉。所以总之，前面我们看到多伦纳他在印度佛教史说有500位阿罗汉、500菩萨、500凡夫班智达等等。但是呢，这个郭义师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是可能只有少数阿罗汉。那么再来就是结集的内容跟成果是什么？那关于就是第4次结集的具体内容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记载。那首先北传主流的记载，北传佛教，就譬如说《大唐西域记》，里面就很明确的说到这一次的结集的核心成果
就是编纂了对三藏的权威释论，也就是论点。所以并不是重新去结集这个经藏跟律藏本身，并没有。最主要结集的是，在去结集或者在做的是去编撰这个对于三藏的权威的释论。所以有500位的这个圣贤哦，等于说他们是共同在造论。譬如说有造什么论呢？譬如说先造了这个叫做优波提舍10万颂，或者叫乌波地硕论，有10万颂。那这部论呢，这500位圣贤他们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解释经藏，所以这个论叫做乌波地硕论、优波提舍论。再来，再有10万颂叫做皮奈耶皮婆沙论。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解释律藏。那么最后呢，他们又写了这个叫阿毗达摩毗婆沙论10万颂，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解释论藏。所以这3部释论解释经律论的，合计起来总共有30万颂，然后有960万言。这总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内容的。所以这是一个说法，北传佛教的记载说第四次结集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再一个是依据这个像婆娑盘豆法师传，他说呢，佛涅槃后100年，说一切有部的一位长老叫迦旃延，他就到印度西北部的克什米尔，然后跟500位阿罗汉，还有500位菩萨结集，说一切有部的这个阿毗达摩典籍，然后就写出了编撰出了叫大毗婆沙论。那么当时有一位长老叫做马明，那么他就笔录，就写成了这样的100万颂，就是这个大毗婆沙论100万颂。所以这是记载在这个世亲的传记，就是婆娑盘豆法师传。那这里提到的这位笔录者马明他是不是这个圣天的弟子马明这是还有争议的。但我觉得呢，在藏文丹珠尔里面有收录一部叫做《智大王迦尼色迦书》，它也就是马明写给迦尼色迦王的一部书信哦。我觉得如果想要了解这部分，研究这部著作是会有帮助的。那么再来就是西藏传统的一个说法哦，认为说是对于全部三藏经律论进行重新结集和书写记录，所以西藏传统说法认为这并不就只是制作释论而已。总之呢，也是一样，就透过这次集会，就承认了说18部派的学说都是正法。接着就是第4个就是第4次结集的成果的保存和流传是什么？那最后一个是历史对于第4次结集的一个评论。所以无论说是第4次结集对于三藏重新的书写记录呢，还是说是当时的阿罗汉们重新的制作释论总之当时的这个大施主护法就是迦尼色迦王呢，就对于这一次结集的成果，他是非常非常重视跟珍惜的，所以他就下令说要用这种红铜板这种铜板作为这个书写的材料，就是把文字就刻在这个铜板上，
然后呢，用石头做的箱子密封保存这些铜板，而且建造一座佛塔，将这些石箱子就珍藏在里面。而且呢，还派专人守卫。那规定呢，他说人呢，弟子可以进去这个塔去读这些内容，但是严禁说带出去，主要就是怕说会就不见了，或者说被篡改内容。所以呢，所有的想要学习这些的僧人呢，是要进到这个塔里面去阅读。据说就是要全部通读一遍，就是把这是所有的铜板的记载的内容全部读一遍，要12年。但是有这么庞大的这些文献或这些铜板这些内容，总之最后大多这个散佚了。譬如说我们上面提到这个优波提舍论，还有皮奈耶毗婆沙论啊，这早就没失传了。那么除了这个大毗婆沙论啊，有200卷，是玄奘大师他汉译的。这一部论基本还很完整的保存到现在。那这也梵文的也没有了，所以总之所以这一部大毗婆沙论啊就很重要，因为它是可以说研究说一切有部的见解思想最完整的一部依据一部文献。所以后来呢，法尊法师哦，他将这一部《大毗婆沙论》呢翻译到藏文。据说呢，最开始呢，他翻译完之后有供养给这个尊者，但后来尊者到了印度之后，他没有带出来，所以总之后来又找到又传出来，但是好像有几页就是啊、不完整的。但是后来呢，总之在西藏的一个出版社，他们有出版了。那那我们不仅是这样，我们阿达小就是正法的这个阿达小的这个电子的也都网站上也都可以看到。譬如说这个法尊法师翻译的这个《大毗婆沙论》，还有另外一部著作，就是都有收录在阿达莎这个电子版里面。所以如果说要认识跟研究说一切有部的内容的话，就可以多看这几部著作。那么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对于历史上对于第四次结集的一个评论。那么首先呢就是整个性质上还有范围上哦，这是历史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是什么？那么根据现代学者的这个观点认为他们大部分都倾向说接受北传的说法。那么，虽然藏传佛教认为说这是第三次结集了，但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会认为说这一次第四次结集哦，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由说一切有部发起的部派的结集。换句话说，它不是所有部派统一的这种大的结集，不是。那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编纂出一部权威的这样的论事，可以很好的统一，还有规范，就是所有部派学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可以很好的统一跟规范这个说一切有部派的学说的内容。
所以呢，跟前面三次结集哦，他们过程是说会要送出，就是要念诵出很全面的念诵出所有的经典不同的见解，然后再去做审定哦，并没有这么做。那么至于藏传所说的全面结集三藏，还有承认18部派是正法的这样的说法，那么现在学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后世的一个附会。那因为呢，这个因为当时迦尼色迦王他主要是遵从有部，而且呢，迦什弥罗是有部的中心的这样的史实哦，就会是不符。因为这个意思是说，就是现在学者认为西藏说，就在这个地方，还有在迦尼色教王这个时候，将18部派就承认是正法的说法，可能跟事实不符。因为迦尼色教王他自己信仰的是有部，再来迦什弥罗又是有部的中心，而且呢，这里提到说大乘学者哦，大规模的参与，就是比如说500菩萨这样的说法也是有争议的。因为虽然说当时这个大乘的佛教虽然已经有了，但是如此规模的这些学者菩萨的阶级，然后来参与一个有部主导的阶级哦，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再来呢，就是第四次结集，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总之呢，这个第四次结集哦，它标志着，就是说一切有部理论的成熟跟系统化。当时他们主要第四次结集就是结集一切有部的内容，所以透过这个结集哦，就让整个一切有部的理论变得更成熟、更系统化，而且这个时候结集出来的叫大毗婆沙论呢，就成为了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最主要的依据。而且呢，这次的结集呢，它也因为过去来讲啊，这些经典都是口耳相传，佛典的内容是口耳相传的，但是这一次结集开始，就已经让口耳相传的这种佛典哦，变成是大规模的书写跟记录。所以以前三藏是依赖口传，但是这个之后，文字的记载记录就会成为主要的传承方式。那么当时的情况是各个部派哦，呃，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因为为了要维护，就说我自身所说的教义是纯正的，是权威的，所以会举行这样的一个部派的结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这个佛教的三藏经律论，其实呢，这个形态哦，已经是经过了各个部派各自结集和传承下来的内容了。那么已经不是最初的这个可以说原始的样貌是什么了，已经不是了。而且呢，其实这么长时间哦，就是说在整个流传的三藏流传的过程中哦，也不断的在演变。而且总之至少有大的部派哦，都有自己的三藏传承。
小的就不一定了，但大的各大的部派有自己的三藏传承，但也可以说各个部派哦都曾经有过自己的阶级，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대백 거두티도 뭐종입이나 딱 대백 거두티도 제백이 그진의 때는 다당 알아서긴 换句话 대야 说，就 예대로 是 되는 因 속도입니다. 为部派的 대백 阶 거두티 级， 제백이 也就成为了， 대개기 因为这样的恩 대백제가 德， 와 也就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样子的 이년이야 三藏的内 아니 容。 그보다 수럽 那 대백 么 거두 뭐종 过 뭐 去哦，原始佛 완전 教 다르게 时 돼 候 지금 的 제시대 맞추지 这个三藏的内 아니 容， 저는 其实 깜짝 现在我 놀랐어 们已经是看不 마한테 到了， 리톨 지어가는 因为当时最主要的内容并没有被书写记录下来，主要是口耳相传。 솔직히 가르쳐야 캐주얼로 가르쳐야 알았으나 그때도 미디줄이야 참받대 보십시오. 但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啊，口耳相传时代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记性特别好。就像我们有时候一些老一辈的人啊，现在记性特别好的，现在可能是科技太容易得到了，然后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你自己电话号码可能都记不得。但是呢，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记得很多，就是他们的日记哦，不是写在外面的本子上，是记在他们心里。那么，尤其我们看到过去有提到说，阿罗汉会具有一种叫这个总持陀罗尼哦，就是说不忘记的这种陀罗尼这种能力，就有一点像是好像录音把这所有内容都录下来一样。所以，总之，当他们要说什么法、说什么内容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背出来的。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说，藏族文化里面有这种格萨尔王的故事，大部分说唱格萨尔王的人呢，很多都是不识字的，但是哦，他们可能在某一天，他们就这个首先是很多时候是在梦里面，他们梦到了这个格萨尔王的内容，然后后来也生一场病，然后后来呢，在上师加持之下，然后马上就，总之呢，格萨尔王的这些故事哦，就可以源源不绝的这个唱出来说出来。甚至有时候我们要念都很难说念的那么顺哦，他们是完全是背跟唱出来是可以这么的顺的，所以这并不是有一种迷信啊，这样说《格萨尔王传》，而是很多这些国际的一些科学家就为了要研究这个格萨尔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而做出很多的研究的结论是这样，所以的确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可以有不识字，但是背出整套的《格萨尔王传》等等。所以总之，今天要讲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一次马尔夏季课程就讲到这里，那么其他也没有要多说了。我可能要讲一下的就是10月14号是第八世法华米之多杰的圆寂日。那么我们过去几年都有纪念，所以我想呢，10月14日这一天，我们海内外的所有的藏人呢，都是藏历是8月23，按照楚布历是西历的这个10月14号。所以，总之在10月14号这一天哦，我们会一起这个修持念诵，米志多杰所写的这个
道歌的一部著作。这是他所写的这些米之多杰所写的这些道歌，我们会一起唱诵。同时，我也会再准备一段讲话来介绍这个第八世法王。所以是10月14号，请各寺院僧众大家放在心上。那么，总之就没有多说什么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念回向啊。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怨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速脱轮回海，祈愿开眼珍贵圣乘法，无所积聚一切众福善，回向一切众生皆得成圣乘妙法无垢珍宝器，有集一切祥瑞缘，能人教法常住世，持守佛教诸大德，祥瑞延世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度清冽气场。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度。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度清冽其长寿。好的，接着是寺院简单做献供。众生大觉解萨巴当解难，人诸见我也萨心必须诸心灭多障，日照灵心念得见。幻界心轮灭的别我眼着根当大心，这把说念前面这三本的别为长久浪，花前面中心的酸的些光巴道巴。西布拉民族西布拉民内先南开娘中南者乌拉兄，梵天来灭下边天邦邦，看你们用蓝的给中啊，大兴马律菩萨之上。
요도 상계 살랑과 브라조 덴반지 된 감소 전바 덴반유 신도 사와반 덴진 보로 나진 개바 덴바유린 네베 자시쇼 질 최시와 영당 개발도 개발 우선 배는 집에 거기 거기 가도 쇼페 파서빈데 다들 대담 라드 기부 계신 용기 대삽시대 거기 제스트 배담 더담 시기 대양 그들 제수 전수대양 근데 독재 체의 거진당 탑케의 거진 니기 이번에 혹시나 방법 독재 체의 거진니 방법 배선도 다시 하겠던 바 로가 남도 시고 내가서 근데 통화를 듣게 됐을 나서 얘네양 이제 변명을 또이 버터지나 양재 계속 듣고 교하시니까 근데 콜레 기억하고 쓰기는 그게 되는데 이제 내가서 근데 상계 진행도 지금 그 내가 양재 계속 되게 얼마 전에 교육 쓰기 새 통과제가 현지도 자주셔도 통화를 듣기 그래. 나 대가서 개부적인 무지 새 통과제에 두 개를 내가서 상계의 진행을 네 둘째씩 말아 수준 기본에 등에서 줄내 근데 지금 강도 만벌서 상계에 아니 지금 다음에 특기를 얼마 나오니 되니 다들 제대 처럼게 되겠지 되니 교수님이 우리 새 동아제에 되니 자주스게 좀 시들 거와 쓰네 되니 이게 또 왜 내가 봐 정치 계속 중에 뭐예요 되니 제대 처럼게 승진남 명망받은 레는 저분들이 신들을 내가 편해요. 들이 겹도 괜찮아. 홍진대 좋아해 봐. 생네 인지 서비스 bar. 거의 야라는 신들 너무 들어간 것이 다른 권에 들이 신들 들어가 자주스러운 동기경 들어가 생네 들왜 나를 님만도 제대로게 되잖아. 도시 또 다게 시세대 특게 세바이다. 공기 특게 비슷한 인지시들. 엘리 술라 초지 상계 분들이
매도 탐지기 나는 뼈만 걸어도 애니 막 왜이러지 막 주세요. 내가 뺏어 봐이나 이 말한서 다가 님만마도 남네 상직이 땀 때문에 나게 참아라. 아니 이제 저자는 이 뭘 때나 아니 상직 시작해 두고요. 뭐기 저자는 아니 상직 다 시작해 두고네 이송대 다들 버도 되게 때버진데 계신다 봐. 럽도 봐. 겨울도 왜 라소가 김색이 결국 시행나가야 아니 정말봐 중요해. 계속 관계량 둘말해봐. 두절 먹여봐. 아니 마게 통해봐도 방마를 내배 아니 전에 그거 남라 축제 여러 제수송네 삼시도 세번 여러 송한테 지구에는 되게 상로 당시에나 여기까지 제대로 되지 그래도 대양 상지진데 라 때도 경험 집에 나라 도와드다 탐제니 kimi 미문 남기지 kimi 도에 동안다 둘레지 두개 남시 이니 센진은 유목이 그럴 정말 계란인지 그럴 정말 예스 남제서 그러지 되게 상지 준비되지 되게 닝지 켜버지니까 마주기 유도 들어가이나 레버를 삼나 근데 다자 우리 거기 들어가 뭐는 제 상계 장소 두터 정도로 넘기면 두절막이 왜 두제 항을 내거든요 시도 그 두절남라 세레시스 손네 이 시간이 와서 와디 되네 상계게 거기 친구들도 상계요 대인들이 상계 준비되라 상계 준비되되 투지왕이 심진 영몽을 줄게 영몽이 심에 심진남을 영몽을 줄게도 투지공에 인지 계제디 근데 다자는 그 국민 주부를 봐 되네 교육부 소라 잘나 대대가 하고요 이 계제 투제당 투제와지 계제 이 서버지도 개발도야 되는 다자 인내 투제비 인내랑 동도 인내는 양리로 아주 되게 민감한 맛을 때문에 뭔가 뒤나게 타마가 저거를 뒤에는 때문에 인내 나게 봐 인내 양리 수준에 이 심제 라레나 인내랑당 영웅시들아 디도망 아니 여기 쓰는 중 어떠나시 그때는 영웅시들아 와 지시도 들어가와 지금 멤버 영웅라가 아니 디도망 아니 쓰는 중 라서 인내 계시 시군에 시도 들어가게 내수들게 랑레트 자는 들어가와 있네 되게 tukjele shubadam erwame persis modi favordo yani kadisi bore samje te so una shigebe nandani lobe ale deve jida degi chumi ne bala jida mebe chumi dar jida degi simbala mebe chumi de kege nimu dasi nimu tante kansa me samje 제 상위 준비 대기 아니 영몽기 시험을 심진 들어가서 들어가서 이 영몽기 계획을 심진기 계획을 했었네 영몽의 심진이 내려시네 이 심진을 합쳐서 지금 배디나시 다자는 거에 겹분이 지불기에 이신도장 근데 랑데 능력이 있어 하고 자신 아니 능력 계시 시기 아니 들어가고 이렇게 또 중반에 보면 이제 또 sabjabadi delay kibat ki bene kadisi mare
섬겨요. 되네. 상벌대야. 되는 거라서 자기 님이 키시 키지 시반 그런 중앙선들. 근데 대단 거라서가 영화 이신들도 틀리게 하나. 되는 벌써 취임만 당시 직접 세번을 영화에 되는 거라서 그런 중앙에 섬겨요. 대양 사게 되는 소원하시 저기 저는 부서가 교육 개인하는 거는 소원. 지금 취입 평가 초기 진에 찍었다 그러나 이게 지금 이 때문에 지난 축함들이 이 초강 아무 지가 지금 레드에서 이 취입 막혀고 있게 배되는 시대 대단 안소다가 이 경험이 신도 틀에 경기도 벌써 망고 영화네 되니 선음기 맞춰네 스스로 선음 충다 나서 선음 충다 선음 맞춰네 딕제체 선음 충다 선음기 맞춰네 벌써 망고지 중앙에 성기에 이 인과에 나서들이 너의 나한테 그래서 우리가 치 야가 또는 치기 야가 둘러가 난게 또가 마상을 제발은 되는 데에서 그런 거라서 kunjosu di kemne yanda bare kemne bonan da bare so kasi kunjosu kemne bonan da bare yanda bare na samje tuje tuan garje na bare yes lagi kodi kemne mai ke bare samje de kemne bare ke yes di na ani joje ke to yanda bare kemne mone kunjosu mone tup sa bare de ine kemne ke to samje ke la ma sa ai ta ni kyo bi chile de ba yes 배되는 시기는 대단한 소양 이 시도 이 경험이 시도 겪는 거는 통해 죽을 기와 이런 상태는 겪는 언니 왜는 통해 죽을 기회들이 그게 수요네 근데 틀에 주발을 벌써 나오니 근데 경험이 시도 아니 늦지 또 상황이 말해 말한서 생기기 나라 그저기도 또 사람이 책임 마상 이 개를 생겨요. 대연들은 그 맞다. 셔된 속으로 넣어야 돼. 나랑 있으면 근데 대대들이 둘째 틀리기 주변에 벌써게 세게 탑실이 근데 나랑 소소 두자 나랑 소소 거니 소사 두장 지야당 지야게 셔된 역시에 생겨요. 대연들이 아니 정말 안 되나시 나에게 무엇이고요. 어디를 들어가와도 벌써만 길에 툭 슈범해봐 툭 슈바다 대화를 펴봐매봐 근데 제수 속내 근데 남자세발이 그래야 가와도 그리지 못해 성이요 이 tuk제체를 내려면 tuk제체 좀더 맛에 합체를 거니 남자세 나와지 되려면 그렇지 못해 성가요. 이게 탑체에 거리에 맞서는 남자들이 되는 저래시 저는 장비 위치로 여러분이 이네 kop업 소리 거리는 이 탑체에 틀에 경우 이 남남 망부에 나는 틀에 소리 거리 숨기 틀에 소리 이제 사람들은 그런 소라 뭐라는 성체당 되네 시대 좋아하는가 체리 좋아해 시대 좋아하는가 저를 보네 이 군체당 이 주만은가 저를 보네 지체 이 말은 무슨 능력 나시버려 이 케버도 따라 말로 열체치 있어야 돼 그러나 규단을 저를 보네 우선 나와래 지혜들이 규단을 긴거리까지 기대까지 계속가 연매하게 여기 나오네 계속 대단히 연매기 저기 계림당 이 소리 제제전에 야나 탈랑을 전함 네 어디를 리버니 있는 그 상황이 겹쳐다 그나라서 용수라고 남자 주선 소르제 규대 공대의 제가
숭에게 공시삼아 권해들이 많은 결실심을 구성하래. 다 데려가더니 숭에 대한 숭술이 아니니 농감의 숭실 뜻은 나라 숭술단은 이 규제기 시발에서야 한다. 솔진정도 마성아 까그바에 들자 강라당 들기 탑해봐. 배나다 등상기 들자리 영화기 등자낭신들이 무기시보다 던지 손투기 하정 빼고 공부했다. 디설라 공매 당부 규제념내라 주의 여름도 지야다. 규제 남부르변이 염내기 등보디 무기래. 무기디 시제들도 투모 많이 가지고 그래. 뒤에다니 뒤에 겹쳐라. 너무 맞춰봐. 송야당. 되니 규제기 염내를 얘기 염내도 써야 하는데 뒤기다 고차를 당직에 상한 당직에 쳐와서 다시. 되니 니들 당직 송야에 송답이 하는데 마시나 정신이 요말에 어디에다든지 뒤에 겹쳐라 당직에서 송야에 공시 정부여가 니들들이 셰프들이 먼저 조여보니 이 부자는 규제 긴걸 이념에 순간 얘기는 남순간 얘기는 내내 주요하게 여름도 제로번에 되니 남자나에게 동시에 사고해야지 되니 그것도 봐도 등자들의 탑협에 질레 겹을 자리에 섬기요 대대배더니 시바에서야 너무나도 치료해야 쿵좀 보이거나 미식도 보라 얘네들이 칠쿵 좀 버텨야 되더니 나도 여기 결합시켜야 비행을 개척 잡아래 그래서 나는 상계 위치에서 주고 강력한 시원하지 이 상계 시 거리네 이 균 써와리 내가 상계를 듣고 그래 어디에다니 얘들이 근데 나다 이제 걔를 여기 시야 되겠지 뭐래. 뒤에다들 나와서 담배치 중선다다나 당고 상계 기술 아니 자주 받아 제주스 걸로 써서 까도 하고는 게 도와제 아니 벤지 대시 두터는 공 넣어서 이거 어디다 여기 좀 기름을 좀 붙이고 때네 다들 나게 하면 바로 이런 소리 재성이 고가지 들어지 재성 공부 지야게 고가지 교지 중앙에 어디에다니 디로비디 아니 시르군이 최고 두바이 거다 희식기업에 개체고에 공상 그런 거 로기 통해 무슨 나와래 로기기 무슨에 시로 나와래 그래야 화장이다 답답해 아니 제발 제도 뒤에 나타나서 우리 만국 연체 될수 있을 또 다른 나기 시가 나이가 근데 나이 중국대 당번에 승부를 삼나 대한 가상 공동들이 지금 나기 수는 것이 근데 나도 더 다른 나이 때문에 말이야 이 마상 거의 그렇게 했습니다 뒤에다들이 더 다른 나이 더 다른 매는 중에 좋아 저도 왜 이러더니 도저히 못 마시나 나를 뭐야 양아버지 뒤에다더니 도당 아니 아무도 도저히 못 내서더니 때문에 따라 중단 가이도 중단해서 무슨 얘기 뭐를 나오니 근데 하정기 그렇게 남들 그래도 대나이는 여기 숨들 것이야 숨술이야 숨을 타면 근데 제시게 커버를 되니까 그것도 지시는 남긴 것도 수런나 아니 시작하게 숨어라 이게 탐지가 좋아져도 숨어라 근데 남긴 것도 시작하게 지지가 아니 위생이 pom실 써야지요 위생이 pom실을 했더니 책임 되니까 직접 해야 되는데 봄봄 pom여서 줘야지
제대로 송거를 많이 봐. 되는 문제가 뭔가를 왜 제것이 문제네. 되니 송해를 괜찮다. 그래서 양균 이번에 그 송거는 맞아. 실제 전에 양 내다서들 실제시 그래 가서들 돌네. 시에다 맞아. 이게 세서 와서 송거. 이게 세서 소요 이제 레 나와서 근데 저것도 있어요. 어디로 많이 봐. 이게 세서도 많이 봐. 뒤에 강 가서네. 되니 지금 부탁도 남네. 이 송아비 이 괜찮다 저를 선배로. 저거 나시야 맞다. 저기가네. 나 시가서 와이네. 그 랑이 랑루기 이체삼당 양나들이 랑루 쌈마이네. 지단들이 벽이 난데 나타봤던 게 타봤던 김제들 전에 타죠. 또 왜나 맞아들이 배송기 시티 있어요. 뒤에들이 뒤도야 많이 봐. 랑루 지구 김제들 전에 타져봐야 많이 봐. 벽이 난데 나타고 지구 김제들 전에 타져봐야 많이 봐. 되니 여기 장기 장기 시야들이 저도 나오네. 되니 시주 부탁도 나오고 예버 뜨기서 세바디 되니 시속이 비트기 시바디가 또 했다고야 많이 봐. 이번에 배지 시티 세야지. 이 시스템이 개발 제대로 나오고 어디에다니 문에 나옵니다. 이 시스템다요 못하시고 대부분 많이 봐요. 배지 시티에 시야를 숨쉬고 지금 많이 봐. 삼삼 이 근데 내가 먹고 있거든. 내가 먹고 지나가야 개발이 무슨 먹고 있지. 되니 안고 대체 먹고 이제라 무슨 먹고 이 먹으니 동지거든요. 무슨 깔까고 되게 이 시kal에 가고 되세요. 이 뼈리 남네. 이 남성 밑통한 게 이 고아들에 봐. 데려가는데 털랑 땡기기 이 저렇게 되는데 털랑 탑케베 버리는 남자 나와요. 이 데레게 키우지 말아요. 데려가는데 세바디 이 투지 쳐왔다 많이 봐. 탑케베 버네. 이는 뭐랑 소리 룰루기 미 제베 탑케베 틀에 그래도 어디에다니 탑케베가 투지신들 따게 내릴 때는 이런 거라서 지단한테는 열쇠 지시 문제 상말이 개발되다가 마음을 열쇠지고 따로 탱시발에 탱시가 순대 상마되는 뒤로 송하여 어제를 무슨 배지 시티 성도의 성을 드레이가 봐. 이 시티를 투몽만이 되거니 드레이 무슨 뻔뻔해 개비 시티 렉션 하는 것이 당신은 미기 게임당 나의 뜻을 써버리 그게 너무 착각해버려 사비로 그냥 가서 무슨 쉬서 말해 되게 적시적인 시를 더래 이제 농기식 정말 스리처럼 보고 있는 이 적시적인 시를 더래 아주 최특징적 시라이나요 특징적인 나라 힌두 진리가 계획 깔배 장난인데 깔배는 지대기 대회 예시 탐책이 님으로 풀네 그리디 코스모 말해서 이제 최특징적이래 되게 거리 코로나가 들어요래 뒤근처 걸어야지만 지대기 대회 예시 사고되죠 코로나에 최특징적이 최기님 뒤도 말해요 이 내려들 최인도 예시께는 남자들이 미래 타바다 탐색이 못하게 유지가 됐어. 근데 인간들이 타바다 탐색이 비교를 이 상위
작품의 배신 교리 토베 딜레디 근데 그룹의 교리 대비긴 대속이 근데 딜레 섭도 말이었어 딜레다 딜레 tukji shewa tam tab kebe kuni rangre durkawa parche mawe sinje nangla jesu sunga kadin di teni chasa meba yasare digi teni kadin chiwe sunga tola bishine taden da marmo gerje chibo teng shiba di lebar chumbe kabder chui shuwa chidam kebar du kebar du sungi made khala shube Kedin Kideram Laru Kibo Givishi Nami Kutabshide Tongzum Rinchen Dviki Kangnai Punayam Kurtab Beba Kyang Kadingi Tungudi Jesu Tembe Bone Jesu Tembe Devi Tiba Bone Surjit Nama Ningal Sunde Surjit Nama Ningal Sunde kadin tukje da kadin thala da chibo she shibiyo le marayam ko kam soji kuzeriyo da tenshi kera nida da sawada tukje wenam ki sachi kanim da talwala talwe mangne tangja nangyam tukje chuba leba mevla 제스 동대 숨기듯이 긴 달리 계시도 자네 로직이 미체 타바나 특적이 미래를 남들에 람드를 세트서 서로만나我那说大白天出门没事的，那说大家上便宜，多钱呢？看不多钱了，看不上班了多钱？我那说。